聖經裏面邊一個段落係你印象最深刻呢？耶穌嘅誕生，又會唔會係耶穌嘅復活？而今個主日講嘅福音，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情景，又會唔會係其中之一呢？而家我哋就重溫一下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候嘅情況。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，來到靠近橄欖山的貝特法甲時，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，就會看見一匹拴着的母驢，及同母驢在一起的小驢駒，解開，牽來給我。如果有人對你們說什麼，你們就說，主要用他們，他就會立刻放他們來。這事發生，是為應驗先知所說的。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：看，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裡，溫和的騎着一匹驢，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。門徒就去，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。他們牽了母驢和小驢駒來，把外衣搭在他們身上，扶耶穌坐在上面。很多群眾把自己的外衣鋪在路上，還有些人從樹上砍下樹枝鋪在路上。前呼後擁的群眾高聲歡呼：何三立於達味之子，奉上主之名而來的，當受讚頌！何三立於至高之天。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，全城轟動，說：這人是誰？群眾說：這是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先知耶穌。喺呢段經文裏面，我哋會聽到何三立呢個詞彙，呢個字係源自希伯來語 Hosanna 嘅譯音，原意為求你拯救或願主施救。而耶穌騎住驢駒進入耶路撒冷，而唔係騎住戰馬，當中亦有佢嘅特殊意義。因為喺當時嘅文化嚟講，如果君王騎驢，表示佢係謙卑，而且會帶嚟和平；但係騎戰馬就代表佢會用強權、軍事力量去支配一切。而耶穌選擇咗騎驢，咁樣就應驗咗匝加利亞嘅預言：看你的君王到你這裡來，他是正義的、勝利的、謙遜的，騎在驢上，騎在驢駒上。呢段經文唔單止係歷史記載，更加係對每一個時代嘅信徒嘅提醒。耶穌係一個和平嘅君王，佢嘅王國唔係靠武力得返嚟，而係透過愛與犧牲。而我哋對佢嘅回應，亦唔應該只係短暫嘅情感讚美，而係需要持續一生嘅委身同埋信服。其實我會唔會講得太多，令到你哋悶呢？可以嘅話，喺留言區話返俾我知。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下次見面時候我哋再傾，拜拜。